想得到放鬆，想得到時間和小狗逛一逛，想離開這地，去看看世界哪裏有最深愛。預約今天想要身心都休假，那就逃跑，別說得太輕易，沒有那千金爸媽智力高都爆棚，別話想今天即可發達，願明天會更好，這方法需廢柴，但有用。想，即使我沒有想像，就算廢極你也亦當我偶像，廢極你也亦愛我善良。可不可看到？假使我未夠好，都想你代我補，無謂急於一切，通通也醜化。那就逃跑，別說得太輕易，沒有那千金爸媽智力高都爆棚，別幻想今天即可發達，願明天會更好，這方法需廢柴，但有用。喘息也極重要，別幻想今天即可發力，待明天會更好，這方法需廢柴，但有用，去試。